你有冇試過喺炎炎夏日行過雪糕鋪門口，望住個雪糕筒，好想食反球雲呢拿或者朱古力，但係下一秒個腦入面即刻彈出個魔鬼嘅聲音：唔好食呀，好肥呀，糖分咁高，食咗血管硬化呀，會短命幾年輕。跟住你唯有吞返啖口水，死死地氣去買支無糖綠茶。我哋由細到大聽得最多嘅養生之道，永遠都係戒糖、戒油、戒澱粉、戒夜瞓、戒開心。好多人每日過住苦行僧一樣嘅生活，記住每叉燒都要浸熱水、油，結果個人監禁。但係你又有冇諗過，如果話俾你聽，全球頂尖醫學院嘅權威教授做完幾十年研究之後，竟然同你講，想長壽、想健康，你最需要學嘅第一件事，竟然係去食反球雪糕。呢個真係唔係搞笑，亦唔係咩垃圾農場文嘅噱頭，而係哈佛大學醫學院同埋多間世界級頂尖學府嘅公衛學者喺追蹤咗幾十萬人幾十年之後發現嘅一個震驚醫學界嘅事實。甚至有位醫學教授寫咗成本書，個名就叫做 Eat Your Ice Cream。今集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顛覆所有人認知嘅醫學秘密，睇下點解我哋苦苦追求嘅所謂極致健康，反而可能係縮短你壽命嘅元兇，同埋點樣食雪糕嘆世界先至係真正長命百歲嘅科學真相。我哋首先講返個震撼成個營養學界嘅公案。大概喺2000幾年嗰陣，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嘅研究團隊做緊一個規模極大嘅長期健康追蹤研究。佢哋分析咗幾萬名成年人幾十年間嘅飲食習慣同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嘅關係。當時班科學家本來想證實乳製品入面嘅脂肪有幾咁邪惡，結果跑出嚟嘅數據令到所有人跌爛眼鏡。研究發現，每日飲全脂奶、食乳酪嘅人，患上第二型糖尿病嘅風險竟然明顯低過唔食嘅人。最黐線嘅係乜嘢？喺咁多種乳製品入面，同降低糖尿病風險相關性最強、最顯著嘅食物，竟然係雪糕。數據顯示，每星期食幾次雪糕嘅人，患糖尿病嘅幾率竟然低咗接近一半。當時班頂級研究人員睇到呢個結果，第一反應係咪搞錯啦？一定係數據出咗錯。佢哋以為係統計模型有漏洞，或者係參與者講大話。於是佢哋反覆計過幾十次，用埋最嚴謹嘅統計學方法去修正年齡、運動量、吸煙習慣、家族病史等等嘅變數。但係點計個結果都係一樣，食適量雪糕嘅人真係健康啲。呢個現象喺醫學界內部被稱為雪糕悖論，因為呢個結論實在太反直覺，太挑戰傳統權威。當時根本冇學者敢公開大肆宣揚，驚俾同行笑，亦驚大眾以為雪糕係仙丹，就瘋狂暴飲暴食。所以呢個數據就喺醫學檔案入面低調咗好多年。直到近年，越來越多唔同國家嘅醫學團隊喺大型隊列研究入面不斷重複發現類似嘅結果。呢個時候，有位深諳臨床醫學同埋大眾心理嘅醫學院教授終於企出嚟講真話。佢指出，雪糕之所以喺統計學上展現出咁神奇嘅保護作用，背後其實有兩個極度重要嘅科學同心理維度。第一係營養生化層面嘅升糖指數陷阱。好多人以為雪糕好甜，食完血糖一定坐過山車。但其實雪糕含有大量嘅蛋白質同脂肪，呢啲脂肪同蛋白質會大大減慢腸胃排空嘅速度，亦會減慢碳水化合物轉化成葡萄糖吸收嘅過程。相比起你朝早食嗰碗以為好健康嘅白粥、即沖燕麥，或者中午嗰碟乾炒牛河、白飯，雪糕嘅升糖指數其實相對穩定好多，唔會令你嘅胰島素瞬間飆升之後再暴跌。但係更重要、更核心嘅原因係第二點，亦都係 Eat Your Ice Cream。呢本書最精髓嘅靈魂，心理神經免疫學。我哋現代人講親健康，永遠只睇生理指標，睇血壓、睇膽固醇、睇血糖、睇體脂率，但係大家都忽略咗人體最龐大、最致命嘅健康殺手，其實係慢性壓力同埋內疚感。你想諗下，當你每日食每一啖嘢都喺度計卡路里，食粒朱古力就覺得自己犯罪，食包薯片就覺得自己冇自律能力。你成個人其實係長年累月處於一種極度焦慮嘅交感神經緊繃狀態。喺醫學上，當你感到焦慮、內疚同壓抑嗰陣，你大腦嘅下丘腦會發出信號，刺激皮質醇，即係壓力荷爾蒙，瘋狂分泌。皮質醇長期偏高會引發乜嘢後果？它會直接導致全身慢性發炎、血壓上升、血管內皮受損、免疫系統崩潰，甚至會令你嘅內臟脂肪瘋狂堆積。換句話講，你為咗追求極致健康而產生嘅嗰種心理壓抑同焦慮，對你身體造成嘅實質傷害，分分鐘遠遠大過嗰球雪糕入面嘅幾克糖。嗰位醫學院教授喺臨床上見過太多咁樣嘅悲劇。
有啲病人由20-30歲開始，生活極度自律，滴酒不沾，每日食無油雞胸肉配水煮西蘭花，每日跑10公里，對自己苛刻到極點。但係呢類人往往性格極度緊繃，追求完美，結果去到40零歲、50零歲嗰陣，竟然突然心臟病發，或者驗出免疫系統失調。反而有啲街坊阿伯，每日得閒同朋友去茶樓飲啖茶，食件蝦餃，嘆個蛋撻，間唔中食支雪條，心情不知幾開朗，個人笑口常開，平平安安活到80-90歲，甚至過100歲都精精神神。呢個就帶出咗一個好深刻嘅哲學同醫學問題：長壽嘅真正目的係乜嘢？如果為咗活多5年、10年，你必須將自己餘生嘅每一日都變成一場苦役，剝奪自己所有享受生命嘅樂趣。咁樣嘅長壽究竟係一種恩賜定係一種無期徒刑？ Eat Your Ice Cream 入面提出一個觀念：健康從來唔係一種道德評判，食健康嘅嘢唔代表你個人高尚啲，食一件甜品亦都唔代表你墮落。食物除咗提供人體所需嘅巨量營養素之外，仲有一個極其重要嘅生物學功能，提供愉悅感。當你真心享受一啖美味嘅雪糕嗰陣，你大腦會即刻釋放多巴胺同腦內啡，呢啲神經遞質會瞬間降低你嘅皮質醇水平，令你嘅副交感神經重新佔據主導，血管擴張，心跳減慢，消化液正常分泌，免疫細胞活性提升。呢種由內而外嘅放鬆同快樂，先至係修復細胞、對抗老化最天然嘅良藥。好多人成日問：咁教授，你係咪叫我哋每日將雪糕當飯食，暴飲暴食呀？當然唔係，呢度正正就係學會食雪糕嘅高深學問所在。好多人對待慾望只有兩個極端，一係就徹底壓抑，一係就徹底失控。當你長期壓抑自己，唔食甜品，唔食美食，一旦某一日你意志力崩潰，你就會進入暴食補償機制，一啖氣吞成桶，家庭裝雪糕落肚，食完之後又極度後悔自責，甚至想去催吐。呢種喺極端壓抑同極端放縱之間嘅惡性循環，先至係摧毀代謝同心理健康嘅真正元兇。教授所講嘅想長壽，先學會食雪糕，係一種有意識嘅放鬆同無罪惡感嘅享受。當你想食嘅時候，唔好鬼鬼祟祟，一邊內疚一邊吞。你應該買一球你最中意嘅口味，坐喺公園嘅長凳上面，或者同你最珍惜嘅朋友、屋企人一齊，慢慢品嘗每一啖嘅香甜同誘惑。呢種享受嘅過程係一種對生活嘅熱愛，係一種同自己和解嘅儀式。你睇下世界各地嘅南區，即係全球百歲人數最密集嘅長壽地區，例如意大利嘅撒丁島或者希臘嘅伊卡利亞島。科學家去研究呢班長命百歲嘅老人家，發現佢哋嘅長壽秘訣根本唔係咩超級食物或者嚴苛嘅健身計劃。佢哋會飲葡萄酒，會食麵包、芝士，下晝會同街坊坐喺樹下吹水、打牌，甚至食甜品。佢哋嘅生活入面充滿咗連結、歡笑同悠閒。佢哋唔會將食物當成敵人，而係將食物當成慶祝生命嘅媒介。現代醫學已經越來越證實，心態先係決定基因表達嘅最終開關。表觀遺傳學話俾我哋知，你嘅基因唔係固定不變嘅藍圖，環境同情緒隨時喺度改變緊基因嘅開關。長期的孤獨、壓抑、焦慮會令到促鹽基因全面開啟，而快樂、滿足、深厚嘅人際連結會令到長壽、抗衰老嘅基因活躍起嚟。所以，與其每日活喺對疾病嘅恐懼入面，為咗避開所有致癌物、所有糖分而搞到神經質，不如轉變一下思維。食得健康係為咗俾身體足夠嘅能量去體驗人生，而間唔中食下雪糕，放鬆下心情，係為咗俾靈魂有繼續前行嘅動力。活得長，如果唔活得爽，咁長壽只不過係延長痛苦。但當你學識點樣活得爽、活得舒坦，同自己嘅慾望和平共處，長壽往往只係隨之而來嘅副產品。由今日開始，放低嗰種苛刻嘅自我審判啦。如果今日做嘢好攰，或者心情有啲低落，行出街買反求你最想食嘅雪糕，大大方方咁享受佢。記住醫學院教授嘅呢句說話：想長壽就要先學識點樣無愧於心，快快樂樂咁去食你嘅雪糕。